子欣。天文台發出今年第一個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一度生效6小時，到朝早7點10分改發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颱風紅霞集結喺天文台東北偏北大約8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廣東內陸。天文台話，紅霞正穩定地移入廣東內陸，同埋逐步減弱。但烈風仍然影響本港多處地區，離岸及高地間中吹暴風。8號信號最少維持到中午12點，隨後會視乎本地風力減弱程度，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9號信號生效期間，各區風勢同埋雨勢明顯加大。截至凌晨4點，當局一共收到27宗冧樹報告，一男一女喺風暴期間受傷。今年第一個襲港嘅強颱風紅霞喺午夜過後開始顯現威力。喺堅尼地城海濱，離遠都感受到咩叫波濤洶湧。的士駛過都濺起唔少水花。最誇張嘅時候，巨浪衝上成條行車路，足以見到佢嘅威力有幾大。連續幾個鐘頭吹打，懷疑連近岸嘅石壆都吹到鬆脱。巴士駛過都一度被考起，點樣避過多處嘅碎石？天文台喺星期六晚10點10分發出今年第一個8號信號，去到星期日凌晨1點10分改發9號信號。不過喺尖沙咀海旁，仍然有唔少市民唔理天文台嘅勸喻，外出釣魚或者係散步。好正，好舒服，都唔會太大咯，其實都差唔多啦，其實冇乜理咯，其實跑咪跑步咯。颱風天來拍一下。感覺這個風的風力怎麼樣呢？現在強度還不是很大，現在還站得住，就沒有說會吹走的那種。要是風力再大一點，吹走那種就不行了。而向來當風嘅杏花村雨勢逐漸增強，海邊不時有湧浪拍岸。呢一隻寄居蟹懷疑被巨浪衝上岸，有地盤嘅天秤被吹到左右搖擺。我哋就想有個地方，重大約40磅嘅攝影器材都能夠被強風吹喐。嗱，雖然今次杏花村唔算係最當風，但係紅霞最接近嘅時候啦，啲強陣風由山吹向海邊，就算企喺遠離岸邊嘅馬路咧，都要紮穩馬先至企得穩。野旺角凌晨過後驟雨增多，路面嘅能見度亦都較低。而風暴下多區錄得冧樹報告，其中西貢清水灣道壁屋斜路有樹木倒冧，成棵樹幹倒卧喺路邊，擋住多條行車線。當局派人到場清理，鋸斷樹幹之後將佢移走。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導。日出後喺西環堅尼地城海旁風勢依然強勁，不時有大浪拍岸，有石壆被衝到鬆脱，吹到路中央，雨勢有時都幾大。而喺尖沙咀一帶，有市民不理勸喻外出，向來比較當風嘅杏花村就相對平靜。我哋嘅記者魯卓敏而家喺堅尼地城㗎，你嗰邊嘅風勢係咪仲係好大啊？係啊，堅尼地城呢一度咧持續落住雨㗎，咁而且喺天文台改發8號信號之後呢，係未感受到雨勢或者風勢咧有明顯嘅減弱嘅。咁喺橫風橫雨底下呢，其實體感都幾凍㗎。咁我哋而家一齊睇下海旁呢度嘅情況。見到能見度咧係相當之低，對面呢幾乎係睇唔到咁滯，白茫茫一片。而且海嘅湧浪咧都係幾大嘅，咁啲浪咧上到嚟岸邊嘅時候咧都吹到腳邊嘅位置。咁而家咧暫時未見到有市民係追風，不過除咗頭先見到係有一位市民出嚟晨跑之外，咁提提大家，天文台都提醒咧市民係繼續要遠離岸邊，盡量留喺室內嘅位置。喺度報道係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
好啊，唔該晒。港鐵大部分路線提供有限度服務，表示工程人員正喺度檢查露天路段，有比較長露天段嘅鐵路線或者需要比較長時間檢查同搶修。港鐵巴士服務亦都繼續暫停。港鐵話迪士尼線、機場快線同埋輕鐵等正為恢復服務做檢查緊。屯馬線何文田站到鑽石山站要18分鐘一班車。其餘大部分路線都係15分鐘一班車。高鐵方面，晏晝4點前，所有來往香港同內地嘅高速鐵路列車班次取消。城巴話，除咗 B7 同埋 S1號線有限度服務，其他路線暫停。風暴導致最少49班航班取消，238班嘅航班延誤。9號信號生效期間，有航班如常降落香港機場，不過凌晨過後只係得返的士出到市區，有旅客要等400個號碼。9號信號凌晨1點10分發出之後，有市民影低落機一刻，見到機場風勢頗為強勁。港鐵機場快線凌晨1點加開一班列車出市區，應付旅客需求。蘇州過後冇艇搭，喺呢一刻完全體現出嚟。好彩最後趕得切。但要預先諗好落車之後接駁嘅交通。趕唔切嘅旅客其後只能夠搭的士出市區，不過的士疏落，有旅客要等車，要輪候400個號碼。要等好久，我這個917號，現在才500多號。對。還有什麼方法去離開機場嗎？現在的話？現在應該是沒有了，就是這個的士跟那個地鐵現在是沒開了，現在關掉，要等到6點。我在滴滴上面下單，也沒有人接單，然後現在嘗試用 Uber 再打一下試試吧。可不可以就是加錢？我就是在考慮這種方法呀，但我現在不知道誰能提供這種服務，我跟誰說我要加錢？唔少旅客滯留機場，燈、地下，連扶手電梯旁邊都成為旅客補眠嘅地方。機管局亦都喺禁區內向抵港旅客派發50蚊現金券，俾佢哋喺機場使用。喺離境大堂都有唔少旅客等候航班最新消息。現在在這邊休息一下，看他 check in 就把它進去裡面就好了，隨遇而安吧，難得碰到。So actually we booked a hotel right near the airport just in case, and we come from there. Like if we have to go back, we'll go back. Hopefully we don't have to, but. 機管局呼籲旅客同航空公司確定航班先至到機場。無線電視記者蘇博滔報導。喺亞博館舉行嘅世界劍擊錦標賽比賽如常舉行，但有特別安排。主辦機構中國香港劍擊總會話，由於惡劣天氣警告正喺度生效，中午前將唔開放觀眾入場。如果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晏晝4點前取消，2小時後會開放觀眾入場。如果晏晝4點後先取消，就唔會俾公眾入場。總會呼籲入場觀眾預早做好交通規劃，確保安全。錦標賽今日將進行男子重劍個人賽同女子佩劍個人賽。《東方日報》報導，屋宇署針對私人樓宇大型維修工程嘅消防安全，聯同消防處早前喺北角一個私樓巡查，發現大廈天台棚架上鋪設未有呈交阻燃效能測試報告嘅塑膠帆布，咁所以即時要求負責人同承建商立即移除帆布。承建商第2日補交測試合格報告，為因為不符程序已經將帆布拆除。
有建築物料業人士指出，宏福苑大火之後，地盤一般已經轉用阻燃帆布，又話阻燃帆布較非阻燃物料貴5倍至6倍。銷售商已經陸續引入較平嘅長薄身阻燃帆布，預計成本會逐步降低。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政策搶人才，加上同內地市場內聯外通嘅優勢，令香港成為全球最熱嘅投資樂土同人才匯聚高地。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引述消息報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經同多間投資機構展開商討，計劃降低基金經理嘅相關稅率，以維持該國嘅競爭力，並留住專業人才。有人力資源公司觀察到，越嚟越多嘅銀行高層由新加坡同英國回流，原因在於香港嘅金融活動回暖，熟悉中國市場嘅人才更加受歡迎，加上新加坡聘請資深人才嘅成本十分高昂。試一些陣，轉頭返嚟有其他消息。信號一度生效6小時，到朝早7點10分改發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颱風紅霞集結喺天文台東北偏北大約8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廣東內陸。紅霞現正穩定咁移入廣東內陸同埋逐步減弱，但係烈風仍然影響本港多處地區，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暴風。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至少維持至中午12時。隨後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減弱程度，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受紅霞相關嘅雨帶影響，本港今日會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湧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覺，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水上活動。9號信號生效期間，各區風勢同雨勢明顯加大。截至凌晨4點，當局一共收到27宗冧樹報告，1男1女喺風暴期間受傷。今年第一個襲港嘅強颱風紅霞喺午夜過後開始顯現威力。喺堅尼地城海濱，離遠都感受到咩叫波濤洶湧。的士駛過都濺起唔少水花。最誇張嘅時候，巨浪衝上成條行車路，足以見到佢嘅威力有幾大。連續幾個鐘頭吹打，懷疑連近岸嘅石壆都吹到鬆脱。巴士駛過都一度被考起，點樣避過多處嘅碎石？天文台喺星期六晚10點10分發出今年第一個8號信號，去到星期日凌晨1點10分改發9號信號。不過喺尖沙咀海旁，仍然有唔少市民唔理天文台嘅勸喻，外出釣魚或者係散步。好正，好舒服，都唔會太大咯，其實都差唔多啦。冇乜理咯，其實跑咪跑步咯。颱風天來拍一下。感覺這個風的風力怎麼樣呢？現在強度還不是很大，現在還站得住，就沒有說會吹走的那種。要是風力再大一點，吹走那種就不行了。而向來當風嘅杏花邨雨勢逐漸增強，海邊不時有湧浪拍岸。呢一隻寄居蟹懷疑被巨浪衝上岸，有地盤嘅天秤被吹到左右搖擺。我哋就想有個地方，重大約40磅嘅攝影器材都能夠被強風吹喐。雖然今次杏花邨唔算係最當風，但係紅霞最接近嘅時候啦，啲強陣風由山吹向海邊，就算企喺遠離岸邊嘅馬路咧，都要紮穩馬先至企得穩。野旺角凌晨過後驟雨增多，路面嘅能見度亦都較低。而風暴下多區錄得冧樹報告，其中西貢清水灣道壁屋斜路有樹木倒冧，成棵樹幹倒卧喺路邊，擋住多條行車線。當局派人到場清理，鋸斷樹幹之後將佢移走。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
日出後喺西環堅尼地城海旁風勢依然強勁，不時有大浪拍岸，有石壆被衝到鬆脱，吹到去路中央，雨勢有時都幾大。而喺尖沙咀一帶，有市民不理勸喻外出，向來較為當風嘅杏花邨就相對平靜。林俊謙而家喺杏花邨8號信號下，你嗰邊風雨點啊？係啊，天文台咧已經係改發8號信號近1個鐘㗎啦。咁喺杏花邨呢一度咧，暫時未感受到咧風力有明顯減弱，仍然咧都幾大風下。我哋可以一齊睇下現場嘅情況。見到喺杏花邨遊樂場呢一度咧，啲樹吹咗成晚，咁見到有幾棵樹咧已經係明顯咁樣傾斜。咁至於喺地下咧，亦都見到一啲咧係被吹斷咗嘅樹葉同埋樹枝。咁康文署咧喺杏花邨遊樂場呢一度咧係拉起咗封鎖線同埋架設咗一啲嘅擋水板，咁就防止咧有人係靠近岸邊。咁可以同大家講下雨勢啦。喺杏花邨呢度咧，雨勢咧就時大時細。喺過去嘅呢分零鐘咧，雨勢咧又變大咗。咁有陣時咧雨勢大起上嚟咧，我哋望過去對岸嘅鯉魚門啦，又或者係將軍澳一帶咧，都未必係望得清楚。咁天文台就提醒市民，雖然咧已經係改發咗8號信號，但係仍然咧都應該係要咧係留返喺安全嘅地方，遠離岸邊同埋停止一切水上活動。我哋會繼續喺外面跟進住最新嘅風暴消息，先將時間交返俾新聞部。好啊，唔該。港鐵大部分路線提供有限度服務，表示工程人員正喺度檢查露天路段，有比較長露天段嘅鐵路線或者需要比較長時間檢查同搶修。港鐵巴士服務亦都繼續暫停。港鐵話迪士尼線、機場快線同埋輕鐵等成為恢復服務，正喺度做緊檢查。港島線已經全線恢復通車，10分鐘一班車。屯馬線何文田站到鑽石山站要18分鐘一班車，其餘大部分路線都係15分鐘一班車。高鐵方面，晏晝4點前所有來往香港同內地高速鐵路列車班次取消。城巴話，除咗 B7 同埋 S1 號線有限度服務，其他路線暫停。九巴同埋龍運巴士宣布 S1 同埋 S64 號線朝早7點半起恢復有限度服務。九巴 B1、B9 同埋 B9A 線朝早9點起恢復有限度服務。風暴導致最少49班航班取消，238班航班延誤。9號信號生效期間，有航班如常降落香港機場，不過凌晨過後只係得返的士出到市區，有旅客要等400個號碼。9號信號凌晨1點10分發出之後，有市民影低落機一刻，見到機場風勢頗為強勁。港鐵機場快線凌晨1點加開一班列車出市區，應付旅客需求。蘇州過後冇艇搭，喺呢一刻完全體現出嚟。好彩最後趕得切。但要預先諗好落車之後接駁嘅交通。趕唔切嘅旅客其後只能夠搭的士出市區，不過的士疏落，有旅客要等車，要輪候400個號碼。要等好久，我這個917號，現在才500多號。對。還有什麼方法去離開機場嗎？現在的話？現在應該是沒有了，就是這個的士跟那個地鐵現在是沒開了，現在關掉了，要等到6點。我在滴滴上面下單，也沒有人接單，然後我現在嘗試用 Uber 再打一下試試吧。可不可以就是加錢？我就是在考慮這種方法呀，但我現在不知道誰能提供這種服務，我跟誰說我要加錢？唔少旅客滯留機場，燈、地下，連扶手電梯旁邊都成為旅客補眠嘅地方。機管局亦都喺禁區內向抵港旅客派發50蚊現金券，俾佢哋喺機場使用。
喺離境大堂都有唔少旅客等候航班最新消息。現在在這邊休息一下，看他 check in 就把他進去裡面就好了，隨遇而安吧，難得碰到。So actually we booked a hotel right near the airport just in case, and we come from there. Like if we have to go back, we'll go back. Hopefully we don't have to, but 機管局呼籲旅客同航空公司確定航班先至到機場。無線電視記者蘇博滔報導。喺亞博館舉行嘅世界劍擊錦標賽比賽如常舉行，但有特別安排。主辦機構中國香港劍擊總會話，由於惡劣天氣警告正喺度生效，中午前將唔開放觀眾入場。如果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晏晝4點前取消，2個鐘頭後會開放觀眾入場。如果晏晝4點後先至取消，就唔會向公眾開放。當8號熱帶氣旋警告一直生效，直至比賽結束前3個鐘頭，即係挨晚6點，總會將會安排退票。錦標賽今日將進行男子重劍個人賽同女子佩劍個人賽。明報報導，政府正研究重推租置計劃。租置屋邨將軍澳寶林邨發生長期計錯管理份數，多收房委會管理費嘅事件。嗰條邨非住宅物業拆售，領展時稱領匯19年後先至發現出錯，令領展同房委會分別交少同埋交多咗管理費，涉款超過20萬。房委會代表向法團話，有權按時效條例申索2030年5月底之前追討被多收嘅費用。就事件處理，房委會回覆查詢話，法團、房委會同領展會繼續保持緊密溝通，但未提及法律申索。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房委會係拆售物業嘅主導者，就計錯管理費有不能推卸嘅責任，日後重推租置亦需留意。文匯報報道，尋日上晝10點半左右，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出行嘅粵車迎嚟車流高峰，一度出現大批嘅車排隊輪候通關。港珠澳大橋邊檢站話，目前粵車南下旅客以旅遊、商務客流居多，出行高峰集中喺週末節假日。為便利旅客出入境，邊檢部門設置粵車南下專道，並配套設置前置引導崗位，為粵車南下車主提供諮詢引導服務。同時，針對口岸暑期高峰，邊檢部門將進一步優化客流預警，及時加開滿查驗通道，確保旅客出行安全暢順。試一陣，轉頭返嚟有其他消息。返嚟新聞時間。德國首都柏林發生汽車撞人群事故，造成最少1死17傷，部分傷者有性命危險。警方正喺度追緝最少1個疑兇。消防同救援人員接報到場救助傷者，警方封鎖現場調查。事發喺當地星期6夜晚，一架貨車衝入動物園公園，撞到多人，再撞向一棵樹。隨後一個男人步出涉事貨車逃離現場。當日較早時，有數以10萬人喺柏林參加聖小眾驕傲花車巡遊，而動物園公園就喺巡遊路線附近，活動氣氛和平。車撞人群事故發生後，警方終止驕傲相關活動，呼籲參加者盡快離開並避免取道公園。印度教育部長請辭，回應曱甴人民黨連續發起幾個星期嘅示威。政府答應賠償俾事件當中自殺學生嘅家屬，而曱甴人民黨同意結束示威。喺印度首都新德里，大批示威者上街慶祝教育部長普拉丹請辭。曱甴人民黨話係民主嘅勝利。I am feeling really happy and I'm grateful for everyone who has come here in support of the Gen Z protest, because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who has led this reform come, and I'm really happy. My daughter is also here today, and I'm supporting her future, and that's all because of Gen Z who has started this. 印度醫學院入學考試早前試題外泄，教育部將超過200萬名考生嘅成績作廢。當局嘅決定引起學生不滿，令佢哋覺得一夜間前功盡廢。據報至少20名學生因此自殺身亡。曱甴人民黨隨後喺全國發起多場抗議活動，包括遊行、靜坐同絕食，要求普拉丹辭職同埋重組教育制度。
政府星期六同示威者代表會談，同意用法例容許最高嘅賠償額賠俾自殺學生嘅家屬。曱甴人民黨同意結束示威，又話政府保證唔會起訴示威者。普拉丹星期六喺社交網話，學生花咗好多時間學習同埋發展未來職業生涯，唔應該被捲入法律難題，因此向總理莫迪請辭。美聯社話，普拉丹嘅辭職被視為莫迪政府向曱甴人民黨作出嘅第一次重大讓步。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喬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繼續吉爾吉斯訪問行程，同當地總統同外長會面。王毅話兩國要落實中長期經貿合作規劃，推進中吉烏鐵路建設等領域合作。譚美儀喺吉爾吉斯喬蓬阿塔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喺喬蓬阿塔國賓館同吉爾吉斯外長庫魯巴耶夫舉行會談，歷時超過1個鐘。王毅話：中吉要落實好中長期經貿合作規劃，推進中吉烏鐵路建設，深化農業、能源、礦產等領域合作，打造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合作增長點。王毅話：中方讚賞吉方喺涉台、涉疆、人權等問題上支持中方正當立場，又祝賀吉方高票當選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期待同吉方密切國際協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4輪投票，1輪比1輪高，最後是壓倒性的多數，就像世界盃最後衝頂得到了冠軍，所以你們的好朋友，我們同樣感到非常的高興。庫魯巴耶夫話：吉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中方維護核心利益。吉方願意同中方加快中吉烏鐵路建設，深化經貿、金融、能源等領域合作。會後喺王毅見證下，庫魯巴耶夫代表吉爾吉斯政府簽署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嘅公約。兩人亦出席中國駐奧什總領事館復館揭牌儀式。嗰個總領事館2019年曾經暫時關閉，現時恢復營運。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星期5亦會見王毅。王毅話：中方願意同吉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擴大人民交流，夯實中吉命運共同體根基。扎帕羅夫話：對華關係係吉方對外政策優先方向，吉方願意學習借鑑中國治國理政經驗，加強經貿、農業、人民等領域互利合作。王毅舊年訪問吉爾吉斯只有停留咗唔夠1日，今次就訪問咗3日。外交部早前話，相信此行有助雙方深化一帶一路合作。無線電視記者譚美儀喺吉爾吉斯喬蓬阿塔報導。江西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係中國第一個以產業遺產類型申遺嘅項目。韓國釜山舉行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國第61個世界遺產誕生。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位於江西省東北部，由鎮區瓷業生產中心等5個部分構成，跨越幾百平方公里，完整保留咗10到19世紀手工製瓷技術同產業模式，見證咗宋朝、元朝發展高峰、明清朝鼎盛繁榮嘅完整歷程。景德鎮手工瓷業創新嘅青花瓷、珐琅彩等嘅技術，透過產品貿易對手工時代世界陶瓷業界發展產生咗深遠影響。通過申遺，一方面我們保護和展示了古代的文化遺產，另外一方面，它也讓當今的景德鎮能夠更好地去把這份寶貴的遺產能夠去活態的傳承和發揚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景德鎮青花瓷作為中華文化傳播重要載體、東方藝術嘅重要符號，推動咗中華文明文化嘅全球化表達，又高度讚賞中國政府喺呢項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方面付出嘅巨大努力同取得嘅突出成績。國家文物局話會切實履行世界遺產公約，持續加強遺產保護同傳承利用。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永報導。《東方日報》社評：
香港號稱廉潔社會，其實名不符實。但係樓宇維修嘅圍標問題唔單止存在已久，而且非常嚴重。有關部門長期隻眼開隻眼閉，怕事避難，直到大埔宏福苑世紀大火，奪去168條人命，先至不得不正視。競爭事務委員會建議修訂競爭條例，將圍標行為刑事化，同時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誠然，圍標集團早已系統化，唔少更加涉及黑社會操縱，單靠競委會單打獨鬥，效果事倍功半。由此可見，除咗修訂法例提高罰則，更加必須有其他部門一齊聯合打擊，霹靂手段雷厲風行，絕對唔能夠留有餘地，姑息養奸。明報社評。為維護南海和平，中國同東盟提出制定南海行為準則，但涉及區域各方利益拉扯，磋商咗10幾年無果。今次中國東盟外長會議，雖然各方期待年內早日達成準則，喺地理適用範圍係咪具法律拘束力等嘅方面，亦都形成咗共識。但係從目前嘅態勢觀察，多項分歧尚未彌合。菲律賓仍然喺美國慫恿下頻頻搞事，年底或者可能敲定準則嘅框架共識，但全面定稿、正式簽署嘅難度較大。不管係點樣，各方應該排除干擾，盡早推出準則，建立一套可以操作嘅危機管控機制，減少分歧摩擦，讓南海成為和平之海。喺亞博館舉行嘅世界劍擊錦標賽，捷克嘅祖賓尼治喺男子花劍封王。64強到8強完成後舉行開幕禮，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出席醒獅點睛儀式。決賽由捷克嘅祖賓尼治對意大利嘅馬治，世界第5對第7，雖然排名接近，但有方嘅祖賓尼治完全佔優，先得15分為勝出嘅比賽，佢開局連攞13分，對手唯有主動搶攻，但幾乎每次都被反擊得手。馬治喺8強擊敗淘汰張家朗嘅一哥，但決賽無力做出威脅。祖賓尼治4強贏淘汰賽進現嘅杜莎，呢一場再贏15-2封王，首奪世錦賽冠軍。女子重劍決賽，左方嘅韓國劍手宋世羅決一劍贏9-8，繼2022年後再封王。天氣方面預測吹烈風程度嘅西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暴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最高氣溫大約29度，海有巨浪同湧浪。展望聽日仍然有驟雨，隨後1-2日雨勢有時比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